今日一條片睇晒，飛翔的荷蘭人最癲世界盃陣容，門將韋保根、白禮頓門神，聽個名就知夠自律。歐國盃最年輕零封門將，遲早俾豪門搶。最好笑係佢同德國維爾茨撞晒樣，連維爾茨老豆見到都要放一放。前鋒加普、利物浦神秘內切男，全世界知佢要內切，但就係切唔過去。不過一反國家隊就爆斯帕奪金靴，係荷蘭最強衝擊波。中鋒迪比，荷蘭最利生果刀兼歷史神射手，挑波打五。頂級背身單打，而家佢喺巴甲大隻都似打欖球。馬倫，荷蘭光頭強，自家朗拿度，長途奔襲人球，分過擊破對手。維荷斯，你未必識佢，但一定睇過美斯鬧喎。望咩啊？杜 X 被鬧嗰個就係佢。舒克斯，曼聯草履蟲，最中意喺禁區蠕動，個人特點係對手越過越多，單刀極度自信，以為後衛會攤開雙手放佢過。如果佢能打破進化論，變成多細胞生物，勢必大放異彩。法蘭基迪莊，靚仔荷蘭弟，巴塞終極推進器，當年因為憋唔住笑被罰款，呢種情況恐怕得彭華先忍得住。雷恩達斯，曼城劉海柱，覆蓋廣戶球強，細佬效力印尼國家隊，同國足一樣已經提前備戰2030世界盃。加雲貝治，利物浦邁巴赫，英超最強中場之一，荷蘭中場全係推進器，但辛苦推到前場，抬頭見到前鋒係草履蟲，估計連個天都會冧。荷蘭後防能湊出2套頂級陣容。亞基，曼城定海神針，添巴，阿仙奴嘅卡華查加夏基美，一場2射一傳獨做3球，真係坦下心頭好，因為唔夠抽象，先唔捨得俾曼聯，俾咗阿仙奴。杜費斯，國米黑又硬，比強度仲想尺度，食黃牌，因為動作真係有啲黃。飛身滑牆，暴扣頭錘，唔愧係飲胡辣湯大嘅飛翔河南人。雲迪芬1.93米，大超跑，門線解圍，力挽狂瀾，實力絕對喺你之上。迪力特，專屬 BGM 擁有者，鏟波乾淨，唔留活口。曼聯鐵血領袖，就算爆光流血都要捍衛紅魔精神。雲迪克，世一中堅，荷蘭最鋒利嘅胸，同阿根廷衝突，第一時間用胸肌頂飛對手。單防夏蘭特，限制巔峰美斯，能夠過到佢嘅，恐怕得曼聯安東尼，因為安東尼會將佢轉到頭暈。